清明時節的香港，雨絲總是帶着一種纏綿的哀愁，像是天地間扯不斷的線，將生者與逝者的世界縫合在一起。這一天，跑馬地山腰的超遠墳場格外寂靜，霧氣盤桓在青灰色的碑林之間，空氣中滿是潮濕泥土與殘留香火混雜的氣味。謝賢的墓前，一束白菊被風吹散了幾片花瓣，靜靜地躺在碑座旁。那碑上的照片裏，他仍是一貫的瀟灑笑容，戴着墨鏡，仿佛隨時會摘下墨鏡，用那帶着些許沙啞的聲音開一句無傷大雅的玩笑。然而此刻站在墓前的三個人，卻沒有誰有心情去回應那個永遠無法再聽到的笑話。謝霆鋒一身黑衣，身形比從前更加清秀，輪廓分明的臉龐在雨霧中顯得像一尊被風化多年的石雕，眼神空洞地凝望着父親的名字，手指無意識地轉動着左手無名指上那枚鉑金戒指，那是他與王菲復合後特別訂製的，內圈刻着他們姓氏的縮寫，見證了這些年來歷經波折後重新燃起的雙手之約。王菲站在他身側，依舊是那副淡然的模樣，寬大的墨鏡遮去了大半張臉，只露出緊抿的唇線。他手中撐着一把黑傘，傘面卻大半傾向謝霆鋒的方向，自己的肩頭已被細雨濡濕了一片。他向來如此，用一種近乎漠然的體貼，包裹着旁人難以窺見的熾烈。而距離他們幾步之遙，一個年輕的身影矗立在雨中，那是謝霆鋒的長子 Lucas。他沒有撐傘，任由細密的雨珠掛在髮梢和睫毛上，像是清晨草葉上凝結的露，又像是某種無聲的淚。他注視着祖父的墓碑，又轉眼看向父親與繼母，那雙繼承了謝霆鋒眉眼卻又多了幾分張柏之倔強弧度的眼睛裏，翻湧着複雜的情緒，一種被壓抑了許久的火山，正在他沉默的外殼下蠢蠢欲動。Lucas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祖父了，最後一次記憶還是他8、9歲時，謝賢偷偷帶他去吃街邊的魚蛋粉，那時祖父的腿腳已經不太靈便，卻仍舊堅持要走幾條街去找他記憶裏最好的那家老字號，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說着他父親小時候的臭事，說謝霆鋒如何在片場摔斷了腿還硬撐着不肯哭，說他如何在第一次拿到獎杯時緊張得把字遲遲全忘了。那時的 Lucas 還不太懂大人世界的複雜，只覺得祖父的笑聲很響亮，像是能把整條街的沉悶都震碎。如今祖父安靜地躺在這片向陽的山坡上，據說這是他生前親自選的位置，因為這裡能看到維多利亞港的煙火。他總說自己是個愛熱鬧的人，就算走了，也要找個能看見人間繁華的地方。Lucas 緩緩走上前，將手裡那束用報紙胡亂包着的雛菊放在碑前，那是他來的路上在花店隨手買的，沒有刻意挑選，因為他知道祖父從來不講究這些形式，祖父在乎的從來只有人，只有那些活生生的會笑會鬧的情感連結。他蹲下身，用手指輕輕拂去碑面上沾染的泥點，指尖觸碰到冰涼的石材時，心裡某個柔軟的角落被微微扯動了一下。空氣裡彌漫着一種令人窒息的沉默，只有雨聲淅淅瀝瀝地填補着空白。謝霆鋒終於從長久的凝望中回過神來，他轉頭看向 Lucas， 嘴唇動了動，似乎想說些什麼，但最終只化作一聲輕微的嘆息。這些年來，他與兒子的關係始終隔着一層看不見的薄膜，彼此都想靠近，卻總在關鍵時刻被各自的驕傲和傷痕推開。他記得 Lucas 小時候，自己忙於拍戲和音樂，錯過了他第一次走路，第一次開口說話，第一次騎腳踏車。等到他想彌補時，孩子已經長成了沉默寡言的少年，習慣把心事鎖在日記本裏。而現在 Lucas 已經比他還高半個頭，肩膀寬闊，下巴冒出清潔的鬍渣，完全是一個能夠與他平視的男人了。王菲敏銳地察覺到父子之間那種緊繃的張力，她伸出手，輕輕握住謝霆鋒的手臂，那是一個安撫的動作，也是他慣常的溫柔姿態。然而 Lucas 的目光卻在此刻掃了過來，精準地落在王菲那隻帶着翡翠竹子的手腕上，那竹子通透如水，成色極佳，是去年謝霆鋒在拍賣會上以高價標下的，王菲幾乎日日戴着，已然成了他身上一道標誌性的風景。
Lucas 的嘴角浮起一絲幾不可察的冷笑，那笑意短暫得像流星劃過，卻帶着足以灼傷人的溫度。雨突然大了起來，打在傘面上發出密集的鼓點。王菲將傘更往謝霆鋒那邊傾斜，自己的半邊身子幾乎完全暴露在雨幕裏，髮絲黏在臉頰上，墨鏡上也濺滿了水珠。謝霆鋒見狀，下意識地抬手想將傘推正，就在這個瞬間，他無名指上的戒指在雨水沖刷下反射出一道光，那道光恰好掠過 Lucas 的眼睛。年輕人像是被什麼刺痛了，後退一步，終於將那團在空腔裏翻騰了許久的話語吐了出來，聲音不大，卻穿透了雨聲，清晰地撞擊在每個人的耳膜上。他對着王菲說，那句後來被媒體渲染成無數版本的話，此刻正以最原始的、未經修飾的鋒利形態裸露在空氣裏。你求的是錢，不是孩子。這句話像是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，激起的漣漪瞬間攪亂了所有偽裝出來的平和。王菲握着傘柄的手指就然收緊，指節泛出青白色，墨鏡後的雙眼想必已經因震驚而增大。但她畢竟是她，那個在娛樂圈沉浮數十年、經歷過無數風浪的王菲。她的身軀只是微微晃了一下，便迅速恢復了那種慣有的帶着距離感的挺拔。謝霆鋒的反應卻更加劇烈，他猛地轉頭看向兒子，眼神裏交織着錯愕、憤怒，還有一絲更深沉的不願被察覺的痛楚。戒指在他指間閃爍，仿佛一個刺眼的提醒他此刻站在兩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間，被迫成為一座橋樑，卻也是一道即將斷裂的鋼索。這句指控的背後，其實是一條漫長的、布滿了誤解與怨懟的河流。Lucas 的記憶裏，母親張柏芝的淚水總是無聲的，他會在深夜一個人坐在客廳的角落，抱着膝蓋，對着電視裏播放的舊電影發呆。那些電影往往是謝霆鋒年輕時拍的，畫面裏的父親還帶着少年人的清潔，眉眼間全是意氣風發。張柏芝從不在孩子面前詆毀謝霆鋒，他只是沉默，用那種過分的安靜來包裝自己的破碎。但 Lucas 從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讀懂沉默背後的語言，他知道母親錢包裏始終珍藏着一張泛黃的合照，照片上的一家三口笑得那樣無憂無慮，那是他2歲生日時在迪士尼樂園拍的。那天父親破天荒地推掉了所有工作，陪着他們坐了3次旋轉木馬。後來那張照片被張柏芝用膠帶細心地貼補過，因為某次他喝醉後哭了整夜，不小心將照片油皺了。Lucas 沒有告訴過任何人，但他曾在某個深夜偷偷溜進母親的房間，看見他對着那張修補過的照片自言自語，說的盡是一些感謝與祝福的話，卻沒有一句怨恨。這樣的母親，如何在多年後被描繪成一個只懂索取金錢的女人？如何在媒體的筆下變成一個阻礙父親幸福的障礙？Lucas 想不通，也不願去想通。他只知道每次王菲出現在新聞裏，伴隨的總是關於珠寶、房產、天價合約的消息。那些數字後面跟着好幾個零，仿得人眼花繚亂，卻也仿得人心冷。謝霆鋒的手還在顫抖，戒指的邊緣嵌進他的指肉裏，留下一道淺淺的壓痕。他艱難地開口，聲音沙啞得像是被沙子打磨過。Lucas，你不懂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。他的話語蒼白無力，連他自己都覺得沒有說服力。他要如何向兒子解釋，這些年他給王菲的每一件禮物，每一次經濟上的饋贈，其實都是他對自身虧欠的一種補償？他虧欠王菲一個名正言順的青春，虧欠他那些年被媒體窮追猛打的隱私，虧欠他在自己最低潮時仍舊不離不棄的陪伴。他們復合的時候，他幾乎是一無所有的狀態。剛離婚不久，形象跌到谷底，製作公司也面臨財務危機，是王菲二話不說拿出積蓄幫他周轉，甚至將自己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。這些事謝霆鋒從未對外人提起，因為王菲不許。他說感情裏談錢就俗了，他向來把身外之物看得很淡，淡到有時候謝霆鋒都替他着急。然而這些內情，Lucas 當然無從知曉，他所看到的
只是父親在王妃身上一擲千金的報道，以及母親獨自撫養他們兄弟倆時精打細算的模樣。張柏芝為了省錢，會去菜市場跟攤販討價還價，會把舊衣服修改後繼續穿，會為了多接一個通告而連續工作20個小時。這些畫面像針一樣扎在 Lucas 心裏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針不僅沒有生鏽，反而越磨越尖。王妃在此刻做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舉動，她將墨鏡緩緩摘下，露出那雙向來被形容為清冷脫俗的眼睛。此刻那裏面沒有憤怒，只有一種很深很深的疲憊。她看向 Lucas， 語氣平穩的像在朗讀一首舊詩。你說得對，我確實求過錢。此話一出，連謝霆鋒都愣住了。他轉頭不可置信地看着王妃，不明白他為何要承認這種莫須有的指控。王妃卻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，嗓音裏多了一絲幾不可聞的顫抖。我求過錢，因為那年霆鋒出車禍，醫院的催款單像雪片一樣飛來，他的保險理賠出了問題，所有費用都要自費。我沒日沒夜地接商演，唱到聲帶出血，只為了湊齊他的手術費。我還求過錢，因為他工作室倒閉的時候，幾十個員工的遣散費不能拖欠，那些人後面都有一個家庭要養。我在3天之內打了上百通電話借錢，把能買的首飾全賣了。他停頓了一下，目光落在 Lucas 緊繃的下線上，聲音更加輕柔。但我從來沒有求過不屬於我的錢，更沒有求過用錢來取代任何情感。這句話像是一把鑰匙，試圖去打開 Lucas 心門上那把鏽跡斑斑的鎖，但年輕人只是別過臉去，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，顯然內心正在進行激烈的拉扯。謝霆鋒的眼眶開始泛紅，他想起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，躺在病床上動彈不得的時候，是王妃每天親手熬粥帶到醫院，一口一口餵他。他的手上那是因為頻繁演出而長滿了厚厚的繭，握着湯匙時還會微微發抖。他也想起了工作室倒閉那晚，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喝得爛醉，是王妃破門而入，把他從一地碎玻璃中拉起來，狠狠地給了他一巴掌，然後抱着他哭了很久。這些記憶是他們之間最私密的寶藏，從未對外公開過，因為王妃說真正的感情不需要向全世界展覽。可是此刻面對 Lucas 冰冷的目光，謝霆鋒忽然意識到，或許正是這種過度的低調，讓外界甚至讓至親之人產生了巨大的誤解。他想要解釋，想要把那些年的艱辛與扶持全部攤開來說，但話到嘴邊卻又覺得蒼白。畢竟傷害已經造成， Lucas 眼中的母親被辜負了那麼多年，這份不甘豈是幾句話就能抹平的？他下意識地又去轉動那枚戒指，鉑金表面已經被他的體溫捂熱，卻在此刻變得灼人無比。雨勢漸歇，烏雲的邊緣透出一線微弱的天光，將墓碑上的水珠映得晶瑩。Lucas 終於轉回頭來，他的眼神仍然冷硬，但那冷硬之下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悄悄融化。他看着王妃濕透的半邊肩膀，看着父親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的嘴唇，腦海裏忽然閃過一個模糊的畫面，那是他很小很小的時候，某次發高燒住院，半夜醒來時看見母親趴在床邊睡着了，而病房門外似乎有一個戴着口罩的女人隔着玻璃靜靜站了很久。後來護士說那是他父親的朋友來送特效藥的。那個女人的身形，此刻想來，竟與王妃有幾分相似。Lucas 甩了甩頭，像是要把這個不合時宜的聯想驅逐出去。他固執地認為自己必須站在母親那一邊，必須為那些年母親流過的淚水討一個公道，否則他的忠誠就成了一種背叛。年輕人的世界裏，非黑即白是他們守護純粹的最後堡壘。他還沒有學會成年人那種灰階的寬容。謝霆鋒注意到了兒子的猶豫，他往前邁了一步，想要伸手去拍 Lucas 的肩膀，卻被年輕人警戒地側身避開了。那隻懸在半空的手尷尬地停頓了幾秒，最終頹然地落下，戒指在雨後的陽光裏閃了一下，像是發出一聲無聲的嘆息。王妃將傘收起來，雨水順着傘尖滴落，在泥地上砸出一個個小小的坑洞。
他忽然輕輕地笑了一下，那笑容裏沒有嘲諷，反而帶着一種歷盡千帆的通透。他說：Lucas，你很幸運，你有一個願意為你拼盡全力的母親，這是我這輩子最羨慕你父親的地方。他的目光飄向遠方，越過維港朦朧的水霧，似乎在看某個更遙遠的時間點。我年輕的時候也想要一個孩子，但那個孩子來得不是時候，我沒有勇氣留下他。這件事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會痛。他的坦誠像一把雙刃劍，既剖開了自己的舊傷口，也讓 Lucas 的防備出現了一道裂縫。年輕人微微皺起眉頭，他從來不知道王菲有過這樣的往事。媒體報道裏只會說他情路坎坷，說他灑脫不羈，卻從未觸及這些血肉模糊的細節。謝霆鋒站在一旁，臉色蒼白。他知道王菲說的是哪件事，那是他第一段婚姻之前的一段插曲。他從未具體說明過，但此刻他為了化解與繼子之間的僵局，竟然主動掀開了這道陳年的疤。謝霆鋒忽然感到一陣強烈的心痛，他走上前，不顧 Lucas 在場，緊緊握住了王菲的手，那枚戒指因此貼合在兩人的掌心之間，像一個沉默的見證者。Lucas 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，他看着父親與王菲交握的手，看着他們之間那種無法被任何外力切斷的羈絆，心裏某個堅持了很久的信念開始動搖。他其實是知道的，知道母親這些年來偶爾會在深夜打電話給某個人，語氣平淡地聊着家常，掛斷後臉上會浮現一種釋然的表情。他後來才曉得那個人是謝霆鋒的經紀人，母親是在詢問父親的近況。張柏芝從未阻止過 Lucas 與謝家來往，甚至會主動提醒他給祖父打電話，給父親寄生日賀卡。他用自己的方式保持着一種體面的距離，既不過度親近，也不徹底切割。這種複雜的成年人特有的情感處理方式， Lucas 一直無法完全理解。他更習慣直接的表達，愛就是愛，恨就是恨，中間不應該有那麼多曖昧的緩衝地帶。可是此刻站在祖父的墓前，看着碑上那張永遠微笑的照片，他忽然想起祖父生前說過的一句話，那是在某次家庭聚會上，謝賢喝了些酒，拍着 Lucas 的後腦着說：小子，等你長大了就會明白，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像無線球，亂七八糟纏在一起，你以為是死結，其實只要找對線頭，輕輕一拉就開了。那時的 Lucas 似懂非懂，現在那些話卻像回音一樣在耳邊反覆震盪。謝霆鋒終於放開了王菲的手，他一步一步走到 Lucas 面前，這次他的動作很慢，慢到年輕人有足夠的時間再次閃躲，但 Lucas 沒有動，他就那麼站着，任由父親走到他的傘下。謝霆鋒看着兒子的眼睛，那裡面有他的影子，也有張柏芝的影子，還有歲月留下的所有歡笑與淚水交織的痕跡。他開口說，語氣裡帶着一種從未有過的疲憊與真誠：兒子，我這一輩子做過很多錯誤的決定，但愛你媽媽這件事從來不是錯誤。就算最後我們分開了，我心裡也始終感謝她給了我你和你弟弟。至於阿飛，他轉頭看了王菲一眼，那眼神溫柔得像要滴出水來。他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機會，不是用錢，是用這裡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戒指仍然在他指間，但他此刻完全忘記了他的存在。他只是想讓兒子明白，感情從來不是簡單的加減法，不是給予與索取的算術題。Lucas 的下唇微微顫抖了一下，他終究還是個孩子，一個被迫在破碎關係中快速長大的孩子。他偽裝出來的堅硬外殼，此刻正在一塊一塊地剝落。他想起了母親某次不經意間說的話，他說：小菲阿姨是個好人，你們不要聽外面的人亂講。那句話當時被 Lucas 選擇性地忽略了，因為他固執地認為母親只是在故作大方。可是現在回想起來，母親說那句話時的眼神確實是真誠的。沉默再次降臨，但這次的沉默裡少了些火藥味，多了些潮濕的帶着青草氣息的和解可能。王菲輕輕走過來，從口袋裡掏出一方乾淨的手帕遞給 Lucas， 示意他擦擦臉上的雨水。年輕人猶豫了幾秒，最終接了過來，指尖不經意地觸碰到王菲冰涼的手指。
他擰了一下，這才注意到他渾身幾乎都濕透了，嘴唇凍得有些發紫，但他臉上沒有任何抱怨的表情，依舊是那種淡淡的，似乎什麼都不在乎的模樣。Lucas 的心底湧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或許從未真正試圖去了解過這個女人。他對她的所有認知都來自二手的信息，來自八卦雜誌的標題，來自網絡上宣文的評論，來自他自己先入為主的偏見。這不是他母親教他的處世方式。張柏芝從小就告訴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自己的心去感受，而不是聽別人轉述的故事。他握着那方手帕，上頭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，與王菲身上的氣息如出一轍。那種寧靜的不與人爭辯的氣味漸漸侵入他被憤怒和偏執堵塞的鼻腔。謝霆鋒看着兒子終於接過了手帕，緊繃的肩膀稍稍放鬆了些，他彎下腰將那束被雨水打歪的白菊重新整理好，擺在墓碑的正中央。他的動作很輕，像是對待一件稀世珍寶，口中低聲喃喃着：爸，對不起，今天在你面前鬧了這麼一出，你向來最愛看熱鬧，這下你滿意了吧？他說着說着，嘴角竟浮起一絲苦澀的笑意，仿佛真的看見謝賢正坐在雲端，翹着二郎腿，叼着雪茄，津津有味地俯瞰着人間這場鬧劇。王菲也走過來，在墓碑前靜默地站了片刻，然後他做了一個令 Lucas 意想不到的動作，他竟然對着謝賢的遺照鞠了一個躬，那躬彎得極深，帶着晚輩對長輩最傳統的敬意。他說：四哥，你放心，我會好好照顧霆鋒的。這句話他用粵語說的，語氣裏有着罕見的鄭重，仿佛在完成某種儀式。Lucas 聽在耳裏，心裏那根緊繃的弦終於斷了。他忽然明白，祖父生前最後一段日子，其實是王菲經常去陪他聊天，陪他打麻將。那時謝霆鋒在外地拍戲，是王菲代替他盡了許多為人子的責任。這些事謝霆鋒從未公開感謝過，因為他覺得說出來就顯得見外，而王菲更是不屑於拿這些去博取任何好感。但此刻，他們像浮出水面的冰山，讓 Lucas 看見了藏在海面下的巨大真實。天光越來越亮，雲層徹底散開，陽光暖暖地鋪在濕漉漉的草地上，將每一片葉子上的水珠都點亮成小小的鑽石。Lucas 將那方手帕仔細地接好，放進自己的口袋裏。他沒有說謝謝，但那動作本身已經是一種無聲的回應。他重新走到墓碑前，蹲下來，用手掌拍了拍冰涼的石面，就像小時候祖父拍他的後腦勺那樣，用一種屬於他們祖孫之間的默契節奏。他說：阿爺，我下次再來看你的時候，會帶你最喜歡的蛋撻，就是你常說中環那家老店的。他的聲音終於不再顫抖，恢復了一個年輕人該有的清亮。謝霆鋒站在一旁，看着兒子的側臉，忽然覺得那個曾經在他懷裏哇哇大哭的嬰兒，真的已經長成了一個能夠承擔情感重量的大人了。他無名指上的戒指在陽光下反射出一圈溫暖的光暈，他低頭看了一眼，沒有拔掉它，反而用拇指輕輕摩挲着內圈的黑字，像是確認某種不變的承諾。王菲走到他身邊，很自然地將頭靠在他的肩上，濕漉漉的髮絲滲着他的頸窩，帶着春雨過後特有的清新氣息。離開墳場的時候，三個人的腳步都比來時輕了些。Lucas 走在最前面，他的背脊挺得不直，步伐穩健，偶爾停下來等一下後面的父親和王菲。經過門口那棵老榕樹時，他忽然回頭，對着謝霆鋒說：爸，下個月媽咪生日，你要是方便的話，來一起吃頓飯吧。這句話說得雲淡風輕，卻讓謝霆鋒整個人僵在了原地。他張了張嘴，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應。最後還是王菲輕輕推了他一下，笑着說：記得帶禮物。Lucas 被王菲這句自然而然的接話逗得嘴角微微上揚，那是一個極淡極淡的笑容，卻足以融化冬日殘留的最後一塊冰。陽光從榕樹的葉隙間西落下來，在他們身上投下斑駁的光影，那些光影隨着風的吹拂而變換形狀，像是命運本身在他們身上書寫着新的章節。
戒指在謝霆鋒的手指上安靜地閃爍，他見證了一場風暴的來襲與退去，此刻又溫柔地環抱着他的體溫，繼續陪伴他走向下一段路程。而那句曾經刺耳的話語，已經被雨水沖刷，被陽光曬乾，最終化作墳場裏一陣輕柔的風，拂過謝賢微笑的遺照，帶走了所有沉重，只留下清明過後萬物復甦的寧靜與寬容。